一路，哦不是，不是一路不经过这儿，再开路了。这是几路105后面的那个，这前面那应该是103吧？还是？就前面那辆还，是哎，看，有人下去了，压下去了。压下去的多，你看，啊，上车的往全他的还挺哦。要炸了。你说要是个小车的话咋弄呢？这嘎巴肯定不怎么地方。哎，这帮忙可能拽去了，拽人去了。哎，还抱着个小孩这个。哦，抱小孩这个幸运花。这个炸了。有电呀呢，哎，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了，这个啊，那个小孩也掉下去了。看，天呐，这拍大片儿去了。刚刚你说你赶紧走掉，还那俩站着干啥的？那个干娃跌下来的啥？等完了。是从娃跌下来拉下去，拉车，打包的拉车，这没这个。那个小时候很呀，就那个那娃这是。哦，那个娃刚掉下去那就爆了。对呀，肯定是脸部受伤了。嗯。这个应该不是天然气管道吧？暖气管道有可能是的。搞含喷火人。你看。那你打开这个去看不见。那个监控就是好一点。因为没电了呀，哥哥，哪来的监控看得上吧？哦。这把线压断了呗。对。再后面没有啥情节了。你看喷火人直接就里面火花冒着红掉了，看拍的。天呐，你不就短这日了灯光就是那个那是别去塌下去的吗？你不过。这个你不可能把人没事。